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要講嘅題目係旅行遇到嘅恐怖事情，就係病，唔係簡單嘅傷風感冒，而係會影響行程，影響身邊嘅人，令自己心情又唔好受。喺2026年3月中去東京旅行，去到酒店已經開始天黑，所以就只係喺酒店嘅餐廳度食晚餐。我同 GK 仔都幾鍾意呢間餐廳，食物都幾好食。GK 仔見到餐牌上有鹿肉，就問我要唔要試下。睇清楚餐牌冇講係生肉，咁就 OK 啦。鹿肉上台，好清晰咁看見肉係生嘅，比半生熟還生。我兩個對望，諗緊食唔食好。冇可能叫侍應拎返入廚房煮熟啲。再回想返以前喺呢間酒店嘅餐廳食過烤豬，佢入邊都係粉紅色嘅半生熟，食咗都冇事，所以就相信餐廳。同 GK 仔一人一嚿，食落都幾好食，有啲似牛肉。之後就返房。到咗半夜，我就開始小肚痛、肚屙，但冇嘔。好彩自己有帶藥。直到天光，我已經屙咗幾次，以為就會好啲。到中午，我哋就去食烏冬，但係我就食咗幾啖就食唔落啦。出到門口又開始唔舒服。所以就叫 GK 仔自己行街，我要返酒店休息，整個人都冇力量。我就同佢講唔使擔心，我淨係想瞓覺，保持聯絡就可以啦。我哋就住喺秋葉原附近嘅酒店，所以都幾方便。我喺酒店房間迷迷糊糊，瞓到第二日先至冇事。我想講恐怖嘅係呢間酒店，我哋已經係住過4次定5次，但係我就病過3次。有一次全身出疹，只係個頭冇出疹，症狀就好似蕁麻疹，一笪笪咁樣腫，所以都有啲驚。好彩酒店樓下有藥妝店，買藥食，搽藥膏，整個旅行就要 keep 住食藥。以前都未試過有蕁麻疹，直到現在都過咗成年，間唔中都會復發，但就冇之前咁嚴重。又試過喺旅行嘅尾聲倒數2日，開始又覺得有啲感冒，食自己帶嚟嘅感冒藥頂住先。返到香港就病咗1個星期，都有啲嚴重。諗下諗下，係咪同呢間酒店有啲唔夾，還是只是巧合？聽完我講，歡迎在留言區發表一下意見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，請畀個 like 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。